上重要的一个问题，我常常啊提出来请教咱的乡亲，我为着家己的参选，我要顺应咱这个参选的意义是什么所在？所以我常常请教咱所有的乡亲，咱这几冬日子是过了较好，还是较歹？大家感觉咱日子是过了较好，还是较歹？咱日子是过了较好，还是较歹？安尼，大家感觉日子过了较歹，咱来追求改变一个敢好？咱20几天来追求改变一个敢好？咱来改变台湾、救台湾敢好？所有咱的乡亲，99.9%，我都无讲我100%，99.9%，大家拢感觉日子过了较歹。但是所有咱即届参选的市长候选人内底，干那我的上主要的对手，民进党的黄伟哲委员，伊无认定安尼，伊含咱的想法拢无相像。伊的口号，大家若经过伊的看板，真足甲看一下。伊的看板的口号叫做讲做得更好，过得更好。意思就是讲，以前大清点做了真好，伊即摆要做的不过是锦上添花。伊认为咱是需要伫好上个加好名，但是咱乡亲认为，咱个一摆搁大声啊讲出来，咱日子是过了好啊是歹？咱日子是过了好啊是歹？安尼大家想法感觉相像。敢若伊的想法较特别无相像，所以司法即届出来参选，我主张要互咱台南市的乡亲过了会幸福。我讲的是，咱新台南爱起义，咱新台南爱起义，爱起义，咱才会当过好日子。咱起义目标是啥物？我甲大家嘛是讲8字2句话，非常的单纯。起义的目的是要废除暴政，追求幸福。要安怎叫做废除暴政？司法要甲大家乡亲简单报告，咱要废除暴政，就是要互咱所有咱的台南乡亲会当马上得到幸福。有2项代志，若司法顺利当选，马上就会当。互大家幸福感会当增加，小确幸会当增加。2项简单甲大家报告。咱第一项，咱台南市是一个税真重，但是福利一个所在，讲起来，这实在是不是一个光彩的代志。咱起码要反转这个代志，咱要互咱的台南市是福利济、税轻的所在，所以2项小确幸。会当互大家马上感觉，咱伫台南市较幸福。咱伫台南市，咱65岁以上的长辈，健保费各岛内底，咱是唯一的一岛，健保费咱长辈咧负担。司法内底拢当选，对我的任期开始，65岁以上的长辈，咱的健保费。市政府来负担，老人食饱，官来照顾咱的老大人，大家敢好？好。这第一个小确幸。第2个小确，咱台南市福利少，但是税真重。他多啊，真济咱的议员同志有讲到这项代志，大家拢感觉，即马房屋税。这几冬起了非常的重，但是大家敢知影，这个代志还未结束呢。那明年民进党继续做，搁爱搁起81%啊，搁爱搁起81%。这大家负担是安怎？你若即马负担几千块，马上变几万块；你嘛即马负担几万块，马上变几十万。司法。甲所有乡亲来保证，我若伫大家支持之下当选市长，这个赖神的这个政策，
民进党无法度解决的代志，司法甲80%的这个房屋税，我甲冻落来，互大家确定。